月18日，在德国召开的欧洲议会上，重点提到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欧洲代表埃斯卡尔应邀参加了会议，并详细介绍了东突厥斯坦人的遭遇和各类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真实情况。这将是一个好的开端，说明各界组织已开始关注东突厥斯坦问题。肯尼亚中心巴士公司为抗议中国入侵者强占东突厥斯坦，并实施欺压破坏和种族灭绝政策，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在大巴外形张贴了抗议宣传图片和标语。阿卜杜里梅提乌古里因心脏病发作送到伊斯坦布尔大学医学院抢救无效去世。他生前特别关心东突厥斯坦问题，并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真诚为阿卜杜里梅提乌古里祈祷。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向瑞典欧洲联盟公司首次提供了第一批油。自特朗普政府在今年4月份决定对非法移民零容忍以来，已经约有2000个儿童在美国南部边境与其被起诉的监护人分开。美国政府表示，这些孩子正在庇护所受着良好的照顾，但美国媒体却反复播放孩子们的哭喊场景以及他们被分开的照片。